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嘛点名中国，那一开始无隐瞒疫情，那一开始就来提出警告，相信病毒的危害袂像即摆遮尔啊严重。苏院长讲，台湾嘛愿意提供经验甲资料，予全世界各国来做参考。苏院长嘛讲，台湾目前敢若过第一关，刷落来第二关的挑战更加严峻，政府会谨慎来应对。杨体温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入去议场前的标准模式，只是境外移入的案例无减少，苏贞昌炮火强烈。如果中国能够一开始就隐瞒疫情的话，世界早一点获得警告，我们相信不会危害得这么厉害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嘛伫推特上，12月30日，台湾就伫同一天向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会出现人传人，但是中国当局爱医生保持点点，一直到1月20日，效果已经不堪设想。对禁止催安出口，政府当掉第一关，刷来更加重要。第二关更强，我们更战战兢兢。我们不但要防堵疫情、减灾，同时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经验资料让国际知道。只是伫分享经验之前，台湾的一步是不是特别风险？我们不必封城，但自我管理好，我们受害就会少。苏贞昌表示讲，咱免封城，自我管理好势，受害就会减少。提醒以外，苏贞昌嘛趣味一个，这连续铺相片，含牛奶嘴啊变成做洋娃娃。提醒期间隔离拍照，真正会动发。